荃灣線今日起採用新列車行走，吸引大批鐵路迷乘搭首航。新列車配備列車性能和健康監測系統 PHM， 配合新信號系統，可以實時採集智能數據監察列車同信號系統運作，仲可以透過大數據分析進行預測性維修。喺朝頭早10點55分，列車準時到達荃灣站，有大批鐵路迷衝上車，有人手持手機拍攝列車行車片段，亦有人錄廣播。新列車採用 CBTC 新信號系統，當新列車投入荃灣線服務，代表舊車有機會被調離荃灣線。我就喺8點幾嚟到，我就親自去想等候 Q Train 體驗嘅成果係點樣啦。我就揀 M Train 啦，因為我想珍惜下 M Train 最後時光啦。尤其係荃灣線 M Train 啦，佢唔排除應該好快就會退役或者係調去第二條線嘅。因為我覺得咧，荃灣線有好多舊嘅 M Train 啦，Q Train 咧投入服務喺荃灣線度投入服務係一個時代感咯，係一個值得影相嘅地方嚟咯。M Train 咯，因為佢哋就嚟退役啦，要好好珍惜。嗰度有水，新車齡有7年啦。有鐵路迷帶童話作同埋創作前往乘搭首航。當有電視台記者抵達現場時，在場鐵路迷氣氛高漲，一直要求接受電視台採訪，更有人伸手疑似想搶收音咪。電視台記者喺車上被包圍，最後喺美孚站落車。